啊，我小区当什么了啊？哎呀，又来了一对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们有合同报告完？你们有合同报告完？哎，你们的核酸报告我对，你们有合同报告完？你们有什么我情况？们小区我们小区没承担不起。有疫情。你现在我知道你们哪一个是正常的，到我们这小区来，对吧？你们有合同报告吧？对吧？对，你们把整个合同报告打开来。报一打开正常的，我们有理由看你们。哎，我们小区是安全的，现在是健康的。你们有合同报告吧？哎，大家录个像啊，把这个合同报告拿出来。他这个包里是什么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也要看你们的。他这个包里面是什么？哦，鱼。你不要当着你们必须，到时候我们小区传染了这个病毒，不对的。最好你们把过程全部录好。哎，你们没有合同报告的，你不好进小区的。对，也要执行国家政策啊。对啊，这个我们小区的业主不过分吧？你们那个东西谁知道你们有没有啊？这个不过分吧？非常时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来的。这个一批一批的，你们那边都讲的。现在一批一批整个往我们小区进。对啊，你这算什么？现在来了那么多人，谁知道你们有没有哎，平时小区有时叫也叫不到人，现在一批批来的。